證券嘅借用同借出嘅稅務處理逐漸成為許多投資者同金融機構關注嘅議題。透過正確嘅稅務處理，你可以有效咁管理因證券借用借出而產生嘅稅務成本。從借出人嘅角度出發，只有借用嘅費用會被視為應課稅嘅收入，係判定該筆費用是否需要課稅或者可扣除時，即依照一般嘅原則處理。咁即係，當你將證券借出之後，若果借用人按協議將證券還返俾你，即該證券係稅務上仍然被視為你所持有嘅一部分。呢個對於你評估證券價值嗰陣係一項重要嘅考量，尤其係喺會計期間橫跨兩個計算期嘅情況下，你需要根據會計期初同期末嘅市值變化去調整利潤或者虧損。至於借出人收取嘅與派發相關嘅款項，例如股息或利息，根據第 15E3 條的規定，呢啲派發將繼續被視為針對所持有嘅證券嘅收入，都需視派發嘅性質而定去進行稅務處理。而從借用人嘅角度去諗，借用證券嘅市值將被認定為該證券嘅成本價。若果借用人根據約定出售被借用證券而產生嘅利潤或虧損，即須依據利潤來源嘅原則進行課稅。咁即係計算利潤或虧損嘅時候，必須考量到借用證券嘅市值以及所出售替代證券嘅價格。係證券借用同借出嘅過程中，了解所有呢啲稅務處理原則對你嚟講至關重要。如有其他疑問或需要進一步的稅務建議，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 CK。